雙相情緒障礙，又叫雙相情感障礙或躁狂抑鬱症，係一種較嚴重嘅精神疾患。患者普遍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嘅情緒，同經歷極端嘅情緒變化，即躁狂或輕躁狂時段，同抑鬱時段。但亦有可能只出現躁狂嘅情況，或喺同一時段經歷抑鬱同躁狂，或輕躁狂嘅混合症狀。患者亦有情緒穩定嘅時候。雙相情緒障礙會妨礙患者嘅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學習或人際關係等，容易令佢哋感到困擾。有啲患者亦可能會出現妄想、幻覺嘅脫離現實症狀，呢個疾患亦可能會增加自殺嘅風險。雙相情緒障礙嘅患者一般會出現躁狂或輕躁狂同抑鬱嘅時段，佢哋嘅情緒、思想、睡眠、精力同活動量以及行為等，都可能同平日有好明顯嘅改變。當患者處於躁狂時段，喺情緒方面，患者嘅情緒可能會出現異常同持續高漲、興奮、煩躁或容易發嬲。患者亦可能會過分自信，變得自大同高估自己嘅能力。喺思想方面，患者嘅諗法可能會出現得又快又多，會突然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，亦可能會有好多不切實際嘅主意或計劃，同埋容易分心。喺生理方面，患者嘅睡眠需要可能會減少，但唔覺得攰，亦可能會變得精力充沛，不斷進行活動，好似停唔到落嚟咁。喺行為方面，患者嘅說話速度可能會增快，講嘢比平日多，甚至滔滔不絕。亦都可能會做出冒險或罔顧後果嘅行為，例如超速駕駛、輕率投資或揮霍金錢。當患者處於重度抑鬱時段，喺情緒方面，患者可能會持續情緒低落、煩躁、容易發嬲，對事物或活動失去樂趣或興趣。喺思想方面，患者可能會變得悲觀同負面，認為自己冇用或過度內疚，思考能力同專注力降低，或猶豫不決，甚至反覆出現死亡或自殺嘅諗法。喺生理方面，患者可能會失眠或嗜睡，持續覺得好攰、冇精神。食慾同體重有明顯改變。喺行為方面，患者嘅行動可能會變得急躁或遲緩。若果你出現類似情況，請及早尋求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嘅專業評估同治療。點樣治療雙相情緒障礙？藥物治療對雙相情緒障礙非常重要，可以有效舒緩患者嘅症狀同控制病情。心理治療一般同藥物治療一齊使用，包括教導患者同家人應對疾患嘅知識同技巧，教導患者建立規律嘅生活作息同處理壓力嘅方法，去預防復發、控制病情同改善佢嘅生活質素。如果想協助患者，
家人同朋友可以鼓勵或陪同患者求醫同埋接受治療，多啲聆聽同關懷佢，避免責備患者喺病發時嘅行為同埋所帶嚟嘅後果，體諒同支持佢，留意佢嘅情緒變化，盡早識別躁狂或抑鬱來臨嘅警號。親友嘅支持同鼓勵可以令患者更有信心同更積極咁去處理呢個疾患。